話佢自己個老豆咧有格言3大不可做㗎嚇，不准做生意，不准賭博，不准連麻雀都唔好去碰喎。咁啊喺2022年咧，有朋友咧亦都建議佢炒樓，咁佢啊淨係得個睇住冇去。咁啊因為咧佢一諗起個老豆咧就提過佢咧做生意必死啊，咁啊所以嘅咧就好幸運咧，佢啊俾佢成功逃過一劫啊！否則咧就真係靚嘢㗎啦嚇，瀨嘢。咁啊賬戶咧亦都反而有進帳啊，多咗嚇，咁啊比其他嘅富二代咧就保守啲嘅呢個僆仔。咁我諗起佢個老豆咧喺上天都會話佢叻仔嚇。咁啊今日咧靠嗰個收息過活啊！傳聞佢個老豆咧有遺產15億嘅喎，而佢咧就 lie flat 啊！咩叫 lie flat 咧？躺平啊！咁即係咩都冇做過嚇，咁都有收息咁樣進帳滾到17億咁多喎，咁好呢啲係咪醒字派嘅富二代？兩手揈揈亦都可以財源廣進啦嚇。咁由於咧佢就每年咧都有3300萬。而去做呢個利息收入，而每個月咧就有420萬，咁亦都咧每日有4萬嘅進帳，咁TVB 都揾佢做節目啊，咁一日有12000蚊嘅酬勞，佢話自己咧只不過得有2個億嘅啫，邊2個億咧就係一個失憶一個回憶。咁連佢個老豆都教佢咧，就係扮痴扮呆扮傻嚇，咁都原來用得到嘅喎，真係服美。咁講開咧，佢嗰個情史咧都有得講嘅喎。報刊咧就早年咧就提過鄧兆尊咧一拖四啊，咁出席呢個活動兼逛街。咁近嚟咧就只係同第3位嘅女朋友逛街喎，咁呢個可能得寵啦。咁其實咧就好難得見到呢個鄧兆尊咧，就真係好多都未及得佢咁樣做得到，可以和平共處啊！據報道咧，有3位佢個女朋友都唔簡單㗎，因為經過佢咧悉心篩選同埋要過關先至做到佢個女朋友嘅。尤其是咧佢自己咧就奉行不分主義啊！咁咧睇人又好鬼準嘅喎，亦都唔會揾啲貪財嘅交朋友嘅，而且咧佢係會有預備即係有預作準備嘅後盾嘅嚇。咁只求彼此咧能夠相安無事。咁佢都識做喎，識得安排嘅個居所咧係喺灣仔同區3個女朋友，咁以於照應嘅，亦都咧每月咧預防每日咧。每房有數十萬嘅生活費，由嗰50萬全靠個利息去支撐呢個生活嘅。咁睇到上專訪咧，都認定佢咧鄧兆尊係聰明又有智慧嚇。尤其是啲網友有2個睇法嘅。內地有一個講法咧，就唔怕富二代不務正義正業。最怕咧就係雄心壯志，咁遺產咧變咗負資產咧，就更加快啲死係咪？咁你如果冇商機唔識做生意咧，反而咧就可以過世喎。因為冇風險啊嘛，咁亦都咁係咪做個敗家仔好啲咧？